親子36計之暗度陳倉，作者笨麗爸爸。呢一篇係講述2014年世界盃期間發生嘅事。6、7月最多家庭關注嘅係邊件大事？唔係考試，唔係放榜，而係巴西世界盃。4年一次睇世界盃，呢個從前專屬男士嘅活動，現今已經淪為人皆可睇嘅世界大事。同朋友一家食飯，孩子們七嘴八舌喺度討論嘅唔係動畫、玩具或者功課，而係尼馬受傷冇得踢好慘，喺某茶餐廳食早餐，背後師奶同個仔侃侃而談。尋晚巴西如何慘敗7個1皮，熱烈程度令人懷疑平日兩母子該冇乜嘢溝通話題。今次媽媽遞著好時機，於是實行跟愛兒盡吐心聲。另一位媽媽朋友大清早傳嚟一張床照，扭住3歲嘅女喺被褥堆中凝視藍光閃閃嘅前方，附上文字注釋，係女想睇世界盃決賽，家時先至叫醒佢，點知一起身就睇到德國入波，連平日一隊足球隊有幾多個球員出場都唔知道嘅人，亦都大談波經。做父母嘅你就知道，係時候暗度陳倉，好好利用呢個4年1閏嘅機會教育孩子啦。暗度陳倉係36計嘅第8計，源於一段耳熟能詳嘅三國事蹟。話說秦末楚漢相爭，劉邦自知無力同項羽抗衡，聽從謀士張良嘅建議，避入漢中，並燒毀沿途走過嘅棧道，以示無意返回中原爭天下。此舉令項羽嘅戒心大減。劉邦喺漢中養精蓄銳之後，派人假裝重修棧道，引楚兵防備。另一方面，派大將韓信抄小路偷襲陳倉，結果一舉奪回關中，揭開反攻序幕。全句為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，即利用明顯嘅動作吸引對方注意，實則暗自採取其他行動以達成目的。以呢個計謀用喺今次連3歲細路仔都睇波嘅情況下，變成明睇世盃，暗教通識品德。今屆主辦國為巴西，人人皆知該國足球勁，但佢實際喺世界邊個角落卻懵然不知。幸好電視台喺開賽前例必製作一大堆相關旅遊節目，想了解世界盃，親子便要先睇下呢啲平時不屑一顧嘅特輯，了解遠方南美嘅風土人情。賽事展開，新手睇球賽，不懂戰術球例，有時覺得球來球往好悶。其實有大量話題可以同孩子討論，例如唔同國家隊嘅球衣顏色同埋球鞋款式，今屆首次採用嘅噴泡劑定位同埋鷹眼門線技術，甚至介紹球員時嘅矯手動作，其實十分有趣，大可同孩子研究一番。連你都唔識咩？其實唔少足球評述員名似專家，暗裏惡補，待孩子瞓後請多做功課。教完通識，再教德育。上屆冠軍西班牙食咗2場敗仗，便黯然出局，令唔少賭波嘅人選手打開報紙，見到大字標題：賭波輸命。兒子好奇問：踢波啫，做咩要死？當然立即打蛇隨棍上，講解一下睇波不賭波嘅大道理。其餘可供親子討論嘅話題仲有一大籮：蘇亞雷斯咬人，巴西喺屋企門口慘敗，韓國隊回國被球迷砸堂等等，盡皆可作暗度陳倉，偷襲孩子腦袋，
刺激佢哋思考之慾。今屆賽事曲終人散，想照版煮碗要等4年後。不過相同手法卻可套用喺其他孩子有興趣嘅事情上。大家好，我係笨泥爸爸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親子36計，再見。